10万，有个7-8%的话，大概7-8千，然后7-8千乘以3嘛，然后大概2万多，然后30万的时候大概有6万多，然后总共拿的利息不到$100,000。我到10万等于拿不到1/10耶。对，他被 A 了$90万。哇塞！而且呢，李子摸摸完全没有反扣的机会。那个新闻都爆出来了，没有办法提告吗？你告谁啊？人都在国外啊。跑的都跑了。然后下线的人都说他很冤枉啊。那怎么冤枉嘞？他也是被害人啊，他也投了$100万哦。谁认栽？他这一层一层的，都是由被害人变成受益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我找嘉欣啊，嘉欣，我现在有个基金，你帮我去卖，啊，但是你也要投啊。哦，我也要投。那你不投，你怎么说服别人？好有道理哦。然后你再去找秦老板，对，秦老板买10万，我给你1万。哇，这个层数不少哎。然后你找10个秦老板就10万了，你的本金就回来了。对，你找100个秦老板。